屆嘅意大利聯賽又殺到埋身，我哋梗係做足準備迎接球季嘅來臨。無論你想邊一隊波可以攞到冠軍，我哋當然每一隊都會同你逐一提真。一哥早記唔使多講，梗係想美夢重溫。可惜澤佳受傷，衛冕路途當然好艱辛，唯有寄望金童次次都。Yeah well done 啊！18號迪華奧好似係帕爾馬咁勁啊！上屆亞軍野狼兵團都好頭痕，皆因季初王子托迪不幸要養傷倦勤。緊張大師實係有多幾條皺紋，但係我諗佢都會呼籲大家一定要實行啊！睇意大利，你會見到韋利、托到托迪費奧利，仲有比列斯素利。睇意大利，靚仔也滿天飛，不知幾多女仔都覺我好中意因殺機。農夫、漁夫斯多夫都想知比亞何夫係基爾和，仲有冇機會施展頂上功夫？最紅嘅日本浪援仲係瘦仔定係中村俊輔？邊個掹唔到卡褲，仲要搞到掹甩佢條褲？無論你空祖記米蘭、雙雄拉素定羅馬、布雷西亞、博洛尼亞、帕爾馬定係佩魯賈、蒙迪拿、簡迪拿、列高巴定係贊卡，總之黐住意大利波，你嘅心情就唔會差。哈哈哈哈！